各位朋友，哇，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呢？各位朋友，可能钱也无去啊。所以收音正准，是不是？敢若是会看。好，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什么？来读一个台文通讯网报，你多少市咧？敢若伊迄个一个对呀，只是伊无法度迄个啥处理大细。好啦，我直的先安尼，有兴趣你就网参考啦。我毋知迄个另外状况听起来背景声音到底大声细声。好，啊对，都喊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毋是到咱40点，说回来才读寡册啦。9点进前呢，9点进前，随我继续来读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开花结子，我感觉真正是袂输是迄个啥，亲情卖假，甲 Plus 师傅人的客兄。虽讲600几页，故事要结束啊，小说要结束啊，竟然嘛有一寡不离啊险的情节。来，继续读落去。当然我毋知险到倒什么程度啦。这章应该读完好啦，这章读完，搁两页外呢，可能还有2页吧。拜二啊，天师来甲囡仔补习，雕工早岁师的一骨力，互阿秀。迄一骨力是香港的迄个啥发音啦。日本时代是甲伊互你做巧克力豆，迄是英语嘛，巧克力豆啊。日本时代甲迄个巧克力豆，甲伊写做我因为汉字是招哥类豆，敢若是安尼款吧？我袂记得吼，反正伫迄迄种外来词，当初无讲好处理啊，不管啊这我毋知那阵是为什么会用香港的即个朱古力，而且朱古力啊，伊的龙话是写吉古力，吉古力，吼，也是阿文2家茶啊，哪食哪教册，连好子嘛欢喜甲喙笑目笑。
认真讲，毋是因也要等路好食，是昨打扫要恁的花蕊压着雨，目着滋养的缘故。迄暗补习到9点半煞，好主着叫囡仔洗喙甲骹手仔，煞着甲因赶去房间困。好主甲天使讲：金甲头甲腰脊骨诚酸，你甲我掠一个好无？天使知影好主借空讲话，对谁讲：来去你的房间掠。好主脱甲剩内衫内裤，问天使：要坐咧，也是倒坦拍？你倒坦拍，我国手骨头饲较省力，嘛较会着位。规条恁骨，若要位顶啊饲落来，一目一目，真有通舞咧。天使手哪扫，随问讲：食着无？爱较出力也免。我骨目也是较边啊。嘛有听到好主回话讲：较轻咧，煞较边啊。用大母讲饲，就是这爱较出力。饲落来尻川后会坐骨。天使甲伊的内裤溜半过落来。好主吩咐天使讲：用手底啊规变轻仔软，莫用砖头啊。头尾差不多半点钟，天使早着骹酸手软，颠倒下身的龟脚雪定眼，像铁椅安尼。线手甲面前好主扎着溜甲半过的内裤，吊落去涂骹斗，佮伸手甲伊的身躯冰摊笑，OK。头前是倒摊拍，即摆是冰摊笑，因人的三种屈势嘛，才剩运动啊，读会好啊。换天使随甲衫裤脱了，徛伫眠床边，双手摸好主的骹床斗，上准准地落入去澹甲出汁的花房内底，两个嗨惨高来去，舞诚久才点去。这款出力体脂的爽痛的代志，每一届就袂得通煞。24闹来补习，拢惯势伫9点半收课，叫囡仔洗肠煞，就催因爬上眠床去困。好主拢会先照掠铃，人一个起头，才要互天使唤，安尼较袂歹势。几遍过了后，好主惊眠床房摇伤大声，有吩咐天使爱禁开，袂使伤差别。毋过要掠铃的动作，也是讲话，就无遐济禁气。准讲互囡仔听到也无要紧。迄个人徛咧眠床顶，体力是有3种方向嘛。一个是困瘫拍，一个是困瘫笑，一个是困瘫起安尼。好来，阮仔来啊！伊咧读的即个是算当做读旁用的啦。咱就来读咱的台湾通讯网报。这就记好。好，要按地尾啊来甲读起。所以地尾啊是因迄个啥，因迄什么台语班的上课的迄个写的心得啦。所以大家这个朋友，可能我毋知咩情况 ，just Linda， 好 Linda， 好，你有兴趣啦，起来做伙谈念，还是要起来分享交流，真欢迎。因为我就讲即个台湾通讯网报，除了因家己的网站，常在是有文章，要毋过我嘛毋知什么原因，太无甲逐篇拢总有。颠倒是即个国立台湾图书馆有李港局基金会授权了，伊就甲规个杂志的内容按第一页到上尾页拢上网，所以变成讲若要看网络顶面的电子版，就是爱
去迄个做国立台湾图书馆，我是进大伫顶馆啦，所以毋过我感觉因的迄个操作来什么原因线，无法度互咱使用者自由放大缩小，这毋知是因的治安的问题还是安怎，我毋知影。好，安尼咱就来读起。因为拄仔迄个啥，因刷来即几篇，敢对顶几篇啊开始就因迄个做啥物上课的心得啊，所以上课的心得是毋是？我看有啦，互你先读好无？因为即个区域文伊所写是咧共一页，然后杨金千，即字我无确定是千啦，我家读千啦，是下页，我则来读纸本的。啊，第9页迄嘛咧一页，是毋是照你读安尼？好无？有哪你先读一个台语的世界即篇。台语的世界，区域文，作者是会练转台语读写基础班结业学员。台语的世界，甲华语无共，台语有家己的历史、家己的故事，台语的用字、文法、思考的方式，拢甲华语有真大的差别。台语是台湾珍贵的资产，是咱的宝贝，是我甲阿公阿嬷沟通的语言，也是我想要继续传承落去的文化。即摆来上台语读写班，有几个原因，上主要就是想要学台罗拼音，因为我认为会晓台罗，才算会晓台语。毋过我想袂到，伫课程当中会当学到遮尔济台语的知识，嘛发现讲过去有真济词我拢讲毋对，阁有真济我连听都无听过的词，实在真趣味。真感谢老师伫即几节课教阮足济物件。台语真正是爱有人教，才会当学到正确的。虽然我的台罗也是定定写毋对，拢爱开足济时间查词典，毋过相信继续练习，会愈来愈进步。虽讲我自细汉讲台语、听台语，煞毋知影。对当时开始，甲人讲话拢变做华语，台语煞成做一个干那伫厝内会讲的物件。即个状况若是无改变，台语就会豆豆仔消失去。咱爱做的，就是好好啊学台语，甲下一代讲台语。嘛，希望即个政府会当重视本土语言，就是伫生活，就是伫教育，台语成做台湾人的骄傲。好，感谢。毋知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伊简单写4段嘛，就讲一开始的目的是啥，然后第2段去学了了，才发觉到。简单讲就是知愈多，才知影毋知搁较多嘛，啊愈捌愈深嘛。甚至到第3段，伊就设一个角度讲，虽讲自细汉讲惯势，也毋过可能环境的关系也是安怎，绝全拢甲人讲华语啊。所以伊嘛知觉着讲，即个现象若无改变，就真正会消失去嘛。啊，最后一段伊就讲。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嘛。啊，当然，伊是一个算学员，学员当然看袂出来伊的迄个啥，伊的身份，还是伊的专业，或者是伊的背景。当然，伊所讲的这4段，简单讲是确实是一个现象嘛。啊，咱敢有法度去做啥物改变、改进？
改善，我毋知，还是有哪你读完了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我感觉台语即个语言是真正是听说读写，愈学愈深，愈侪无了解，是学袂了的。毋过，若是要紧，就爱真正有迄个环境，无就是敢若是应该讲是伫诚侪囡仔因感觉是这是亲像讲外国语言共款，无一定无一定有法度会当互因有兴趣来学即个物件。我感觉是来去先爱引起因的兴趣，是伫咧生活当中会当用会着的。啊，这要安怎做？可能就是着爱激头脑。OK，因为有当时啊，咱若是咧教课的时阵啊，迄教材嘛，虽然是讲敢若是足趣味的，毋过嘛是诚侪囡仔譬如讲咱古早时阵耍的佚佗物仔，以早咱这是咱的生活经验。毋过若摕这来互囡仔来看，互因知影讲咱以早做啥物，啊，咱的文化是啥，这是真好。毋过这毋是因的经验，毋是伊即马囡仔因接触到的物件，所以对因来讲嘛是因无了解的物件。结果是会当互伊了解哦，以早古早有这，毋过甲因的生活的实际上的连结嘛是有距离的。以上。好，感谢有娜甲咱分享。确实有影，我就讲台语即个语言吼，真正对我观察到的，现主是30岁以下的，差不多是外国话啊，甚至30岁以下的囡仔吼，英语比台语更加好。30岁以下，伊英语比台语更好，因为毕竟伫学校你看，现主是30岁意思是啥？就是1996年出世嘛，对吧？1996年以后出世的就是30岁以下嘛。即个30岁以下出世的人，因伫学校可能对小学到3-4年啊、几年就开始学英语啊嘛。啊，台语的部分是2023年高中以上、高中以下才爱学嘛。啊，若无2023年进去就敢若小学啊，迄1年到6年，啊，迄1年到6年嘛，才1礼拜1节课。我就讲嘛，算咧。小学1年到6年，才总共学144点钟。迄144点钟的台语，莫讲台语啦，144点钟你去学任何一个语言，你拍什么学到什么程度？若准讲你144点钟连续规心灌入去英语，灌入去日语，以日语来讲，144点钟应该大概到 N5 吧，就是因迄个算，日本的语言鉴定是有分5级嘛 ，N1 到 N5 嘛。所以144点钟应该使到 N5， 会使及格也袂使及格，可能嘛是看你迄144点钟安怎运用的。啊，你去考英语，去学英语，这144点钟会使，可比去学多语，去参加台大啊、师大有一个什么专业英检吼 ，GLPT， 就是 GLPT， 我袂记错。伊考英语的迄个鉴定有足侪种的啦，什么 GRE、GMAT。啊，个托福，这3种考试大概144点钟是无法度学着，要考及格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啊！你若啥物专门英检的迄个，敢是讲你先爱去经级数，初级、中级、中高级，你先选级数，再去参加考试。144点钟，你要甲英语学到初级，会使及格，可能莫足拍面。啊，144点钟摕来学英语，摕来学台语。那总共咱大人啦，144点钟可能应该安尼讲，一个外国人来到台湾，伊用144点钟去学台语，我是感觉应该会使学到初级。迄个初级就是啥？去参加教育部认证考试 ，A 卷应该会使及格无问题，就是初A1 敢若是入门 ，A2 是初级。一个外国人伊完全毋捌台语的，
伊投入去144点钟，啊，然后就讲，伊有144点钟要开，然后投入去台语的学习，啊，目标就是要参加 A 卷的考试。安尼我感觉大人应该会使及格，有到 A2 也无，我毋知影。啊，因为我讲伊是外国人，就是讲伊完全毋捌台语的。吼，伫台湾，啥物人完全毋捌台语，啊，然后伊来投入144点钟学台语，啊，去参加教部 A 卷的考试，会使及格无？若准讲伫台湾，伊讲伊完全袂晓台语，然后伊投入144点钟去学台语，啊，当然有方法的啦，就是即摆网络顶悬足侪资料嘛。我咧确认是毋是打一个啥物专业的学台语的方法嘛，对吧？用这10种方法学台语嘛，迄是台语做伙算的一个自学资源嘛，吼。或者是啥物推荐你有15个学台语 APP 嘛，吼。啊个啥？有2个我就讲会使配合使用的，一个是讲台语长调时嘛，啊，教部一个台语拼音教学网嘛。即大家可比讲，你完全袂晓台语的。若准讲你伫台湾，啊，你至少我咧确认所带即2条，我感觉虽然伊是用中文写的，但毋过大人开144点钟来看即2只的资料，你想莫去看别项，看这台语拼音网啊，讲台语长调时啊，陈阿文博士因迄个网站遐，你录144点钟入去 ，A 卷应该是会使及格无问题。啊，不幸的是囡仔一礼拜一节课，迄小学1年到6年啊，144点钟我就讲嘛，边下课伊就袂记拄则咧讲啥嘛。当然有啥物囡仔会使学，啊，其实重点，尤其伫学生时代，重点应该是厝里有咧讲，伊可能佫会使有一寡物件调咧读壳内底，啊，所以伊即个区域文所写的，伊会晓讲台语，会晓听台语，伊想要甲台语学得佫较好。伊讲主要是想要学台语拼音嘛，啊，要学台语拼音，当然去上课是上紧嘛。啊，若准讲已经有基础的台语能力啊，啊嘛有一寡台语吼，不管是罗马字、白话字的知识了后，我最近想咧想讲，是毋是应该甲迄迄个啥？185年迄个台南府城教会部的头前12页至15页，一字一字安尼读，就迄15页尔嘛。啊，看过其实是袂算慢，也毋过内底也是有一寡字，至少我咧看的时阵，我嘛是有几多字我毋捌的。啊，迄个物件就是查字词典嘛。虽然讲伊的字无一定逐字拢会有，可比我读了一个啥鸡足啊，鸡水啊，我问鸡水啊是啥物货？迄句是讲上帝若保庇咱，鸡水啊感觉甲咱对敌。我就我要找到鸡水啊是啥物？伊写白话字 CHI CHUI R 第2条，就是表示啥物 R 嘛，所以有可能迄是一个倒 R 的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我毋知影。啊，我想到的是，就是讲，人讲拍狗爱看主人，即摆上帝若保庇啦，迄个对敌，迄个脊椎啊，感觉甲咱对敌。佮讲一个例，现主是台湾是美国咧顾的啦。若准讲台湾真正是肯认定美国是伊的老大的，安尼中国是完全毋敢含糊啦。伊敢若使用甲你耍的，用甲你城怪骗啦。啊，毋过实际上，伊要甲台湾拍落来是，至少未来5年、10年是无可能的啦。要直接用拍是无可能的啦。所以嘛，知影拍袂落，伊就用其他的方法嘛，换一个认真来讲，若准讲，拄则讲的嘛，拍狗嘛爱看主人，强要来拍台湾，伊嘛爱看后壁老大是啥嘛，后壁老大是美国啊。OK， 若准讲今仔日即只狗是中国迄边的狗，美国要来拍即只狗，伊敢看中国有目地，完全是看伊无伊目地啊，看无目地啊。所以
若准讲做中国的狗，会去互中国派出去共别人教，第一教着教袂着，毋知影；第二，你只要有一个要共安怎的屈势，人绝对互你死啊，足凄惨的。所以要选项应该足明显、足清楚的。啊，毋过我著讲迄句话：上帝若保庇咱，纸水啊敢甲咱对敌？我毋知迄个纸水啊是啥。所以伊敢是伊迄是一个圣经内底一句话，啊，毋过迄个圣经迄句话，伊翻做中文嘛是敢若讲什物对敌去哦。所以我感觉迄个不管是中文的还是台文的，我真正看无讲介有，因为1885年也是19世纪传教士来到福尔摩沙了，伊想要传因的福音互咱知，而且是用本地土话记录落来，互咱知。也毋过，有当阵你读遐个文本文献的时阵，就真正有一个不哩啊深刻的感觉，就是我毋知咱大家较有教育啊，我暂时先认定无啦。啊，若准讲有吼，歹势啦吼，你即句话你若听得袂爽快，你暂时按下啦。圣经内底的台语真正是因的台语，毋是咱的台语啦。因的台语毋是咱的台语，迄是因圣经顶面的台语。也毋过我感觉，准讲是安尼生，伊所记录的、所使用一寡语词、主要是语词、语法，我感觉我一直到当我看袂惯势。啊，毋过一寡语词用字，我感觉是会使学习的。啊，毋过迄个学习就是你爱知意思嘛。所以拄则迄句，上帝若保庇咱，纸船啊敢甲咱对敌，我著纸船，找无啊，我无都还袂找着。啊，伊一寡语词语法嘛，真正，尤其因伫写做纯粹白话字的时阵，一寡连字符，一寡爱轻读免去读迄个。我伫沙无迄个章头，有当阵我看到种物件吼，真歹势，我还是照我家己迄个台语的习惯去读，所以有因若纯粹读白话字还是啥的，伊会感觉拄我读的怪怪啊，啊，毋过我嘛感觉伊读的怪怪啊，所以这可能免安讲，现主是咱的台语目前去研究语词语法的，敢若也无遐济，也毋过我感觉。至少伫遮啦，我著讲嘛，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咱就是摕来讲做台语安尼啊。好，感谢有娜甲咱分享。所以伊即个就是讲，伊去4段尔，就是简单讲，为什么要来学？啊，有着什么状况，观察着什么状况，啊，期待安怎嘛？就是讲，差不多嘛，算是咱会使落笔，还是即马用手机啊，是电脑拍字的迄个方向。要创啥？啊，你有得到啥无？啊，你有观察到啥？啊，你愿望是啥？大概即种或者啥？旭荣老师讲的4段法是会使学习的啦。当然，可比讲后壁的篇就无一定4段几段呢啦。反正我著讲嘛，你著先家记录落来嘛，先写落来嘛。甚至若暂时无材料随拍字，我著讲教部迄个输入法是会使用声音来输入的安尼。迄个阿丹甲志源，我毋知啥物原因 Q 袂起。3年嘛来啊，阮拄仔读的即篇是迄个台语的世界区玉文所写的，所以我来读即个夏夜即篇，啊，然后迄个3年再来读迄个黄树形啊环晓上课的心得啊，大概因拢咧讲迄个有上课了后一寡想法看法吧。咱的志源甲阿丹，我毋知啥物原因 Q 袂起。我先来读即篇啦吼。上课了，杨金谦，作者是下恁当台语读写基础班结业的学员，伊是小儿科医生。真感谢基进甲陈龙辉老师，互我有即个机会来学台语罗马字。想要学罗马字甲台语足久啊，做一个台湾人应该爱会晓台湾话，但是我简单会晓听，无啥会晓讲。细汉的时阵，阮爸爸捌要教我讲台语，但是我煞无想要学，因为感觉台语是过时的语言。加在我一直有拄着有台湾意识的老师甲亲友，正豆豆理解咱的母语是一个受到打压的语言。想到过去的家己，实在感觉真见笑，嘛真后悔。第9页这边，伫学习的过程，
除了发现台语的美丽，老师的教学对罗马字到最近2019年通过的国家语言发展法，也有台语的线顶资源、文学作品甲认证考试，内容不止啊丰富。感谢方慧老师一步一步的引传，互我对一个完全毋捌字的青梅牛到单会当读甲写。嘛感谢济济为着台语拍拼的先辈，互咱即马有遮尔侪资源会当学习。我伫诊所上班，上课了后，甲家属讲台语较有自信。有当时啊，嘛会甲囡仔讲一两句。虽望因的反应大部分是听无，台语的传承危机是真实的。看到有遮尔侪人为着台语伫咧拍拼，我望家己嘛会当做寡啥物，继续学习，甲台语吹转来。哦，这伊我发觉到，我有所拄着是人捌的啦，吼，就是讲医生。伫咱的社会，其实伫逐社会拢共款啦，因就是在社会上是属于较悬阶层，吼，嘛较贤读册，得到较侪资源，啊，因相对来讲嘛会较巧、较贤，就讲各方面拢有即种较安怎讲，才调是安怎，所以我有捌，伊嘛是做医师。当然经过有老师牵教是安怎？伊头届参加教部认证考试，一声就摕到4-2啊。吼伊嘛共时间伫咧学客语，甲个原住民语嘛经济什物语言，然后伊敢若个有越南话、法语甲日本话，我袂记啦。伊有一寡人会感觉讲。学遐尼侪语言是毋是相拍还是对价安尼吼？这可能牵涉到每一个人的能力啦。以这篇来讲，伊是小儿科医师，学台语除了讲，本地就算是台语人吧，是毋是？即种老爸想要甲教吧，或者是因是客语的客家的，所以老爸感觉台语真重要，要甲教，伊煞无爱学。尾啊，即个我无确定，即个基进是。敢是南部的款吧，我无确定。就讲有一段时间，台湾基进嘛，对即个本土语言不哩啊要，所以因有开即种基础课，互有兴趣的人通去学。所以嘛，学上课，就较有信心嘛。因为有一寡，尤其迄个啥，会伫咧第一线甲人接触的，有当初伊就是拄着有人会甲伊讲台语啊，伊阵讲听有想要讲，滴滴嘟嘟嘟会出来。你当嘛就爱叫的啊，所以有人规起来学嘛，所以这个小儿科医师就伫诊所上班，和家属有学过了，就较有自信啊。甚至就是讲，准讲袂晓讲，香港袂晓讲，还是安怎，嘛知影去倒找资源啊，对无？有语言法的支持，网络的资源遮尔多，我就讲，迄个时阵是2019年去上课嘛，这篇是2020年刊出来嘛。所以即5-6年，6年啊嘛，吼，资源是搁较侪啊，所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听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就是我实在啦，是医生吼，伊拢较袂讲台语安怎，袂讲迄台即个罗马尼看就是安尼，伊袂晓讲，毋过伊嘛写2-3个罗马尼出来，就是。因为伊会去找资源，伊嘛会去电视嘛会写2-3句。你若讲多写，你用罗马字，伊嘛想办法。假如讲你袂讲是，伊袂讲无这个字啊，你安尼我看过，伊袂简单讲出这种较无押韵的话，拢会加减去学啊。感谢Sunny甲咱分享，本件就是。知识就是你若知，会使知较深的嘛。若毋知，就去找啊，哪有啥？就去 Google 啊，即摆网络遐尼方便着。毋过就是有一寡，迄毋知是真正是有任务的，是安怎就超工咧乱的嘛。当然啦，就讲过去，顶一阵仔嘛，你读迄个小说嘛，吼，1980的小说内底就讲着3句对墙的话嘛。战争就是和平，
无知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安尼。吼，要啥都袂讲，你嘛真正无违法。啊，迄个黑白讲有可能就是迄个啥，清华大学要设立的上重要原因嘛。因为一般的人知识无够，无基本的知识，甚至无常识，所以才会做一寡乱七八糟的代志嘛。所以，美国摕到迄个啥，迄啥金主赔款条啊，什么，就清帝国互伊的嘛。啊，中华民国算讲继承大清帝国的即个地位，所以嘛继续得行即条钱嘛，一直敢若行到，敢若行到1970年啊，当时我袂记起啦。反正就是中华民国继续照金主赔款的条约，有甲钱付互美国，毋过美国是倒手摕到即条钱，正手就随寄付互设立清华大学嘛。啊，所以1949年伫中国遐设的清华大学，走来台湾了，就继续伫台湾遮设嘛。啊，当然我是毋知影因中国迄边的清华大学的迄个啥。的资源、资金到底是安怎来？这个毋知影。总是我知影台湾遮的清华大学是迄个啥，美国遐个咧，就是摕到中华民国缴出来的迄个赔款去设立的就对啊。所以教育是不了基本的嘛，就讲嘛，为什么咱需要受教育嘛？就是捌字知道理嘛。当然你会使靠你家己的人生的经验去弄看，老伙老弟得到经验 OK 嘛？啊，毋过若准讲有册、有资源、有资讯，互你知捌，无需要靠你家己的血汗去得到经验，毋是敢毋是较好？啊，你若捌字，你是毋是会使家己去找资源啊？啊，所以台语即个部分嘛是嘛。当然，现主是咱大部分拢捌中文字，感觉讲我毋是毋捌字啊。我会使找到我要爱的资料就好啊。要毋过，就敢若拄则顶一篇嘛，相款嘛，嘛袂晓讲台语是毋是会较差一开吧？差一开。好，毋知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志愿嘛起来。志愿连咪你若有对着是毋是？连咪3年要读顶悬迄个上课心得啦吼。啊，志愿你就读第10页遐，反正你要读济读少，因为即个我无爱演孝子即篇是算2页外啦。啊，无算短，啊，毋过反正你也要读，你就家己决定我要读长、读短、读济、读少啦吼，家己安排。好，来，3年你读这篇上课心得。好，我来读这个上课心得。抒怀。拄则你毋是读过，还是你读毋是这个？我毋读这篇啊，我毋读这篇，我无读，我读有关部，你读这个你读。好，真欢喜会使上即个台语读写班。上课进前虽讲会晓讲甲听，但是完全看无罗马字。早前认为台语就干那有语言，并无文理。上课了后，详细了解历史，才知影台语罗马字的由来，甲国民党政府安怎迫害台语台文，强制人民学习华语华文，互台湾人民即马连家己的母语甲文理都毋知，学校被教，搁互人讲是浪费资源，讲母语伫厝内处理学就好。但是并毋是所有人的父母也是亲情拢学过台文甲罗马字，安尼是要安怎踮伫厝内学习？若干那用讲的无文理的传承，文化真紧就会消失去。历史上侪古文明都是因为无文理的流传。就豆消失无踪，话讲翻头读写班，互我真大的帮助。伫遮学习着台语的母音、主音，虽讲现主是对字声文本，也是分无啥有，
但是已经会晓慢慢看完规个台文的文章啊。毋过对汉字的明白也是无够，嘛是爱加看书本，会使来上即个课，我非常感恩。好，感谢。伊所写的就是反正就是讲伊学着啥，会使继续倒一个方向去进步。就讲汉字的字捌无够嘛，因为其实台语用的汉字甲中文用的汉字，有人是讲大概你爱搁加学300字、600字啦。讲济无济，讲少我那无算少啦。因为迄个300字、600字的台语字是华语无咧用的，华语中文无咧用的，所以爱另外去学。当然以咱会晓讲台语、听台语的人来讲，毋是讲你一定要甲迄300、600学到到手，才要去做后一个动作嘛。因为就敢若遮的学员因上课煞了后，我都写出来因的想法嘛。这就是一个进步，这就是一个开始嘛。无要叫你写偌高深的啊，讲台积电的晶片安怎制作，用什么酸去甲加，用什么碱去甲安怎，无啊，无要叫你写种物件啊，甚至嘛无要。你若准讲有读过硕士的，嘛无叫你将你的硕士论文摕出来用台文写，无啊，你又毋是读台文系，你为啥要安尼做？当然，你若有一工要安尼做是 OK 嘛。毋过总是语言有一个安怎讲，按称到亲嘛。我著讲迄个。好像两工仔搁咧盯看台南府城教育部迄阵头前去10几页嘛，内底就讲着啊，浅学的甲深学的，就是有真差嘛。当然就是按浅开始学习起嘛。你要学较深的，当然有较深的内容，甲较深的步数嘛。伫即篇伊所讲嘛是相款啊，伊会当来学即个上即个课时。为了根本就是知影讲有字通好写嘛，甚至迄天向得一个朋友在讲嘛，伊自早知影讲毋是无字写，是足侪系统的，到底毋要学到一套毋知影尔。总是你若去上课了，你就会知影讲大概生做啥物款大概倒一种方式是一套的，你甲迄套学起来就好啊，莫安尼三心两意学袂彻，还是讲遮目者遐目者，安尼永远你就三无章，奇怪，他有遮尔侪种写法，毋知咧写啥呢？尤其若是看迄个纯粹罗马字啊、白话字的时阵，可能真正会读甲戆安尼啊。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伊就敢拄只阮拄只按迄个地板开始读嘛吼。台语即个语言，其实啥物语言拢共款啊。你学到一个程度了，你真正会使去感受到迄个语言吼，你愈学愈深愈学着，才发觉着爱学的、需要学的是搁较侪。因为不管你要行倒一个专业，你讲行设计，你讲行表演，你讲行写作。你讲行演奏、运动，拢共款啦，就是真正是你知愈多了，你才会发觉到你毋知还阁较多啦，真正是万里深坑啦。所以当然有当阵你要靠你的专业，还是靠你学到手的迄个技术，还是技能，要去互你转正，还是讲度家己会得过，甚至要饲一家。这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你安怎去运用？这真正就是看或者啥，因中文讲的嘛吼，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个台语要安怎讲？一人想一款嘛，你看要安怎变嘛，在人的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是毋是后壁这篇就志愿先帮咱读，看你要读偌济，你家己决定。然后我接刷落去读一段、两段，然后有哪甲3年安尼，好无？好来，志愿话你第10页。其实我问一下，是迄个我无爱演后主角。对，这篇，头一摆中台演戏是伫读国民学校5年级的时阵，
迄年是台湾省教育厅下令全台湾所有校园内拢不准讲方言的第二档。奇怪，我夜面走去，歹势我小。我紧慢慢来，安心自在。我讲伊即个夜面，我感觉嘛无讲介好操作安尼，尤其若是搁伫共一个手机的时阵，会拄到即个状况。即我暂时嘛三无，毋知要安怎较好势啊。好，来继续，感谢。不准讲方言的第二档，拄好阮延定国校当咧筹备校庆活动，特别策划正10个节目，准备要点大南街的金社戏院，金社戏院对外公演。当年盐埕堡是全高雄市上闹热的所在，有有手机啊，有影就对。但迄我是感觉伊夜面操作无好势，伊迄无好操作。是的。我紧慢慢来。金社戏院对外公演，当年盐埕堡是全高雄市上闹热的所在。有一点仔亲像早期西门町伫台北市的地位，尤其阮学校阁是示范国小，单义校长就特别把握机会，只是爱用国语搬演一出舞台剧，通展现教学成果。学校选用中国古早24号传说中的梦中苦主作为题材，安排阮5年级的学生担当演出。作为校庆公演的煞尾节目，阮吸引老师直接指定我担任男主角，也就是迄个校主命中的角色。听到会当踮金社戏院平台公演，我感觉足光荣，当然嘛欢喜接受。毋过因为一件囡仔人的恩怨冲突，造成我这个男主角干那做一个着奇作再演的换角事件。即马回想起来，嘛也感觉当时的天真实在是幼稚可好笑。我读一段落。好，感谢，伊即段不离啊长安尼。后来我读一段了，才换有哪读，我读即段嘛无算短啦吼。有哪迄段可能至少会使读几啊读完吧。好，来，我继续来即段啦吼。我照老师的指示去学校的礼堂，准备要读剧排戏，煞看到我的冤仇人吼。冤仇人才结冤仇结真大呢，但是我伫迄个，因为我伫 YouTube 开一个直播，所以我就甲伊刷一个迄个什么位置啥。啊，如果就讲嘛，无好处理，就是歹操作啊你，咁要分你。来，迄个查某班班长嘛伫遐，心内感觉足碍着，指导老师哪说明剧情，哪发剧本互阮，我先开剧本。拄要看无2页咧，就随甲指导老师讲我无爱演啦，因为剧中要扮演我即个校主的老母的，竟然就是迄个查某班的班长，我全校唯一的冤仇人，伊含我的冤仇到呾还袂化解，叫我着爱跪踮冤仇人的面床边，哪哭哪叫伊妈妈妈妈，这是绝对无可能接受的侮辱。为着尊严，我当然着爱拒演。好啦，我先读到遮，有哪话你？迄个囡仔时代的恩怨，就因为我和冤仇人分别是查甫班甲查某班的班长，为着一件男生甲女生的小误会，2个班长煞结囡仔冤。阮盐埕师范国校踢骹球的风气是全高雄市上有名的。每一节课下课的时，学校的运动场拢有足侪查甫学生在踢骹球。查某囡仔就当较时行用手链裤仔、绑个长绳仔。9点运动场边的
满风送，哪高哪跳，搁哪念。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21、256、257、28、29、31。好，感谢。来，你要搁继续读无？知影啊？看你，你现在加读过啦。好，搁读一半。迄日就亲像平时，阮班的男生一下课就冲去运动场踢骹球。当然，难免有球会踢出界外。女生若捡着球，嘛拢会照惯咧。等转来场内型男生。这伫阮学校本来就是逐日拢有无稀罕的代志，但是迄摆毋知是安怎，他对小皮球、香蕉油风向的界外球，特别有较侪跳树林裤仔的女生捡球捡到开始咧懊恼，就有人问讲，到底会不会踢啦？是故意的哟。阮班的男生嘛无客气硬讲，帮捡个球就那么了不起，谁稀罕啦？真正是囡仔啊你。好来，3年换你。好。想袂到，就要飞无1分钟啊！煞突然搁一粒球飞出场外，直接去弄着一个跳伞的女生惊着就随哭出来。即时上课真声等啊！虽然嘛袂赴通飞回啥，就随人转去教室啦。阮离来到教室无偌久，科任老师就还袂到啦。查甫班班长煞雄雄先出现伫阮教室门口，伊摆出一个地鼓的姿势。地鼓，地鼓哦，对，因为地鼓对。你看到鞋啦吼，迄个鞋的头前就是讲，听我教授讲，迄个变调边界，即个鞋通常是一个变调边界啦，就地鼓的安尼。地鼓的姿势，一手叉腰，一手举腰，好着，一手举向教室内，大声喊讲：“班长，给我出来！”到这。好，感谢。好来，志宏啊，你读一段有无？有对着无？啊是你下边的，你有方便读无？我会使读，我读好啦。你下边的较歹读。我迄页你到底，你先读好啊。好，我先读，啊你郑秀明叫你读吼。因为拄则下课时，我互老师叫去办公室，无伫运动场参加踢球，所以毋知影到底发生啥物风波。查某班长足赤，一直大声喊即问我一时听无，嘛拢应袂出来。一气噗噗，小等我先出。一气噗噗，最后讲出一句：男生欺负女生，你这班长怎么当的？臭男生，给我记住！讲煞搁出来站一个涂骹，就活头走啊！这嘛真正讲完弄啊你。好来，志远你有对着无？好，一时无方便晓。有无？有对着无？郑小平。有啊。有，后来互你读，后讲你读这读这，应该搁几落段。有，我感觉完弄迄段。我感觉完吼嘛足无面子。伫学校无论各方面，我拢算是学生囡仔的头人。即摆竟然有查某班长敢来阮教室甲我呛声，这对我甲阮班的尊严是足严重的伤害。经过讨论，我决定跳动落的共识，暂时容忍，毋免去报复，但是此后嘛无爱搁插伊。
啊，厝啊嘛无爱搁插伊啊，因为伊无礼貌，会读到遮嘛。会使看你，还是你要搁继续读一段我紧。我后尾真两三，你会使搁读一段我紧。但是就安尼，暂时互相拢无搁再追求。想下到一个月后，我去排戏，才知影因后厝命中因老母诶，竟然会是即个冤仇人。当时我三高，还是我变调较袂晓。无问题，我紧。三高，当然正确来因听，三高对啊。那因山车人诶囡仔，其实有下。啊，迄个查某班长因为已经开始发育，看现在外形时代嘛，小可有成大人，有成大人，无怪派伊来演老母。问题是我含伊有冤仇，还未化解，叫我着跪踮伊面床边，我一直叫妈妈，这我哪会做会到啦？正惨。后来后壁这两段是毋是迄个有哪你读一段，啊三你才读后尾段呢？哦，这段是下面。因为我坚持毋肯妥协，学校嘛找无别个适合演老母的女生，老师无法度，只好派别人替换我去演后主。另外，才阁叫我改演一个新生下凡，想使孙仔互命中的角色。我想咧，感觉新生比妈妈较大，阮班的同学嘛拢赞成，就欢喜甲接受。好，感谢。来三年有咧阿妹。为着即摆检出新生，学校要求家长支援，害阮阿爸加开钱，特别为我量身躯做一束新生专用的长袍，通做戏服。当然是干若电台演出一摆，就完全无路用啊。若要讲影响，国校时代的迄摆人生戏叫首演。毋知含后来，毋知含后来我读电影戏叫投入因叫编导工作有关系也无，这我都毋敢讲啊。所以这人伊是苏世雄伊是有做这道的吼。所以凡是去 Google 找，才找到伊的经历嘛，无的确吧？因为敢若是即种影剧的编导工课，尤其迄个啥，伊讲是读国民学校嘛，所以即个国民学校有可能就是1968年进前，因为1968年进前就是国校含初中。1968年以后，才是做国小、国中的警察所以当然到现主时啦吼，使用国校甲国小即个名词的警察，可能嘛是有人无要伊，就讲准讲2026年的现主时，凡是有的人嘛是惯势讲读国校啊，虽讲伊读的是国小，所以。要毋过有的人是真要伊，迄个要伊就是讲，拄则讲的，1968年进前退后的名词警察，迄是因为法律规定的。这有当就是可用一寡名词，讲医生、医师、医院、病院这，咱台语就是讲病院啊。毋过伊迄相关的法律，讲医疗诊所，医疗院所。迄是因的医疗法律规定，伊就写医院啊。毋过咱台语无可能读医院啊，你嘛讲病院啊。所以有人去坚持讲，国校、国小、初中、国中这，当然法律规定出来，你大部分拢是照法律规定嘛。毋过在口语上，在民间的名词使用，
敢有遐尼严格，所以我毋知影，我毋敢直接讲。啊，总是听起来看，我打一开始是国校，对不对？哦 ，OK， 熟悉用，凡是会使找看卖啊。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即个人是毋是讲一直到呾佫无化解啊？换一个角度来讲，无化解敢好？我感觉应该是无讲介好吧。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敢有啥物共款无共款嘅想法看法？在迄个时代，对无？迄年是台湾省教育厅，对无？台湾省教育厅，台湾省这是等于记了偌久啊？所以就讲，大家看头前几逝的时阵，佫无一定约会出来讲是毋是实际的年过啦。啊，最后才讲，毋知和我后来读电影戏剧有关系啊无？就是后来嘛，后来才去读这个嘛。啊，电影戏剧有这个系，就是艺专嘛。当然，即马是艺术大学嘛，伊个时代可能是艺专嘛。第一是毋邦桥遐一间啦，我毋知是邦桥还是干道遐一间，因为目前我所知的即种含艺术，因为这有做啥？什物八大艺术还是四大艺术啦？我袂记啦。反正就是即种，毋是咱一般的人所理解、所知吧？迄种传统的科系嘛。对吧？迄什么？即个老爸老母叫囡仔去读什么电机啦，无读法律啦、医学啦，还是讲去考公务人员嘛？较罕呢，有老爸老母会去鼓励囡仔去读即种戏剧的嘛、表演的嘛、艺术的嘛，较少啦，毋是无啦。相对来讲是安尼嘛。啊，所以即个人咧细汉有即个代志，5年啊，佫是小学5年啊，啊，尾啊换读戏剧安尼，啊，可能。因为即马可能较袂，顶世纪就是变成讲，若读有册，会读册，拢会受到家长、老师的鼓励，甚至半下体强迫要去读高中、读大学，讲才有出团。啊，其他就是相对较读无册，较无爱读册，想要去耍。还是有人介意上台表演，还是安怎？介意去读即种戏剧、艺术、表演、广播这方面的嘛？啊，当然，伫学校的时阵，可能会感觉讲真正老师甲家长处理是大人，互咱的影响，就真正认定讲晓读册、读有册较有前途。抑毋过，我毋知咱台顶台下的朋友对即种晓读册较有前途的想法，看的是毋是？当时开始直觉着，毋是迄种的啊，毋是表面上安尼的啊，迄个有出脱无出脱，有当阵啊足歹讲的啊。啊，你讲趁有钱趁无钱，这嘛无足绝对的啊。所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即几篇头前几篇是算读册的心得嘛吼，啊，最后即篇就是较文章嘛较长吼，等于是足足2页嘛，啊足足2页就是伊会使讲的内容就较济啊，啊所以较济就等于是讲互咱看着讲伊写作迄个过程有啥物想法，还是讲过去的历史嘛？当然最后，迄个状况是啥？反正即个人啦吼，伊佫会去写啥其他的经历还是经验啊？然后即内底，我人要出声哦。来，志源讲。我想要迄个，我迄阵17、18岁啊，休学去做水电，结果我就拄着迄个头家业主，伊客户啦，算客户，因就迄个阿婆就讲一句话，讲你就是读册，爱会晓读册才有前途啊。啊，迄阵我较袂晓，毋捌即句话意思啊。
啊，结果即摆离要30岁，搁咧做工，所以实在是爱怨家己啊，无法度。毋过做工即条代志，我感觉当然应该是讲迄个瞬间，家己是毋是有？因为这嘛真正就讲，我嘛会着讲，拢会怨叹啊，当初若安怎，是毋是即马就袂亲像现主时遮尔吼？不管是讲什物凄惨落魄、落车落衰啥种负面词嘛，啊，毋过换一个角度来讲，是毋是？若准讲迄当时吹落去，吼，敢就一定较好。啊，过来就是准讲家己感觉学历无够，啊，要补嘛会使补啊，甚至到现主是有诶人嘛，或者啥中文讲洗学历吼。所以你讲顾迄个目的，甲你诶需求需要嘛，啊，过来就是做工有做工诶好处还是啥嘛？或者是当然你讲伫不管是迄种粗工、幼工还是工，你到一个程度，爱做头家，还是需要做头家，还是爱做包头嘛？就是讲你爱发到代志还是啥？迄其实有当阵啊嘛，无一定读册学会着诶啊。啊，总是可要讲我所知是你要去共冒石头、引工程，甚至要去啥做投标晓还是啥？你要真做一个负责人，有当阵啊一寡行业，伊是有要求诶。讲你可能爱到什物学历，还是你有什物证照，还是啥物货？所以换一个认真来讲，30岁有啦。你若讲去，你讲要甲人比，吼，什物已经有看到人讲什物30岁已经赚到什物人生第一桶金了。要毋过我是感觉，咱是毋是含家己比就好啊，无需要去甲人比拼。我是安尼想啦，当然每人想法无一定拢会无共款嘛。啊，当然志源甲咱分享，感谢志源甲咱分享，就是相对少年时阵去听到老阿婆啊，还是讲客户你讲啊，读册较有前途啥，这迄个啥林强唱的迄首歌嘛，是毋向前行还是啥？伊内底有淡薄仔伫咧口说，还是怨叹，还是讲屁想嘛？讲什物？若比人较高读册，就会使什物翘骹练喙手，还是什物货？就讲，确实有当阵啊，一寡父母会希望囡仔家己囡仔莫遐尼辛苦艰苦，搁要讲规身躯母甲乌糟糟，啊，逐工拢伫外口走撞，拍甲乌糟糟，还是忝敢若狗还是啥？啊，伫办公室内底压笔，对无？出规字啊，还是即摆学做拍电脑，拍就会使领钱啊，遮尔辛苦那袂安尼。确实嘛是有人会感觉伊想要坐办公室嘛。啊，当然每一项的个性无相款，应该是讲较兴啥，还是讲你做啥物较乐暢啊？当然一个是讲你做啊真乐暢，虽然讲无啥钱，要毋过至少伫台湾，当然我毋知志源吼，如果至少伫台湾你袂去枵死吧？伫台湾应该无啥人是枵死的吧？不管伊的状况安怎，啊，当然大部分的咱应该拢是好骹好手嘛。大部分当然我歹势，我毋知咱台顶台下宾馆无相见面过。我要讲的是讲，至少伫台湾是会使过得袂讲太袂，至少袂过得伤惨啦，对无？因为你讲失业率，你讲啥？迄其实尤其即几年啊，台湾失业率嘛无遐尼悬嘛。啊，当然遐失业率。有当阵我牵涉着讲，是因为压力无够大，袂去枵死，所以袂愿去做事，还是安怎？毋知影。我咧讲啊，真正每项的迄个状况是无相款的啊。啊，当然，即马若要读册，免惊无通读啊，不管几岁啊，伊学校拢欠学生啊，啊，重点是学校欠学生缴学费啊。讲啊白是安尼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感谢志源甲咱分享啦。当然，
我毋是专业，无度你啥物较明确的指示还是啥，总是感谢你甲咱分享。啊，你若有一寡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啊，伫咱就是互相分享交流吧，应该是安尼。好，毋知咱台里嘅朋友各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反正我就讲，阮即项是9点至10点啦。啊，当然总有一寡讨论分享，迄个啥，未随收煞的嘛，当然延长无要紧啦。啊，反正主要就是读的，啊有交流，希望各位朋友我就讲嘛，至少是1点钟的台语时间啦，我是安尼想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读的即个311期的台湾通讯网报，吼，读到第12页。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嘛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读到这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大家，再会。再会。